经时代有人说，嬷嬷是一位贤善上师和好比丘，只是嗔恨心很大。其实，在世界上没有比嗔恨更严重的过失了。怎么会有嗔恨心大，同时又是贤善上师或好比丘者呢？指人呢？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也是一样的。那平定就是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都有这些，这有可能是真的有这种怎么说呢？人会有这种想法的。那当然呢，就是对一个上师或者是对一个修行成就这些来说的，就不好判断是说谁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好的怎么说呢？成就者。好的上师或者是不好的上师，但是从这个当中，就是这个人说的方式，一个实践人说，有些人说，就像比如说宝智仁波切说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跟现在的这个时代也差不多嘛。那么就是有人说什么某人他是很好的上师，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那么就是戒律清净的比丘之，然后就是贤善的一个上师，嗔恨心很大。但是嗔恨心很大，这样讲的话，那当然就是他一直认为是这样他就是觉得其他的功德都很大，嗔恨心就不算什么，就有这种那么这也是一种实践的一种说法嘛。那就是有些人说，哎呀，他心很好，但是脾气很大等等这种，反正人很好但是脾气很大等等，有这种说法嘛。但实际上来说呢，从法的这个根本的我们要知道的道理的这个面上来说的话，那如果是主要是一个修行人嗔恨心很大的时候呢，不会是什么好的就是善良跟这些其他都是算不上去的，因为嗔恨跟善良是相反的。那么在嗔恨，因为就有嗔恨心的情况下，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安忍。对不对？对。没有修安忍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没有圆满六度波罗蜜嘛。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说是任何一个修行人都是必须得要圆满了六度波罗蜜，没有这样说但是就在学习的地方嘛，我们要学习方面就是布施我们要学习，持戒我们要学习，安忍我们要学习，精进我们也要学习然后禅定我们也要在学习，最后才会得到智慧的般若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都是必须得要修持。那就是相当，比如说这里面所讲的一样，某上师他是很怎么说呢，很了不起的一个行善上师，然后呢就是有戒律清净的一个比丘之但是嗔恨心很大。那么一直都有这样的，那他这个嗔恨心呢，就没有把它当作是很严重的。这里面宝智仁波切为什么这个书本里面写这个也是，原因是什么呢？宝智仁波切是并不是说会有这种上师，这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有了嗔恨心，那就是不是什么好的修行人。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不能有的，一定要断除的是什么？就是嗔恨心没有断除嗔恨心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解脱。所以我们一进入佛门就要断除嗔恨心吗？当然做不到的，但是要学习，要进步每一个都是一天要比一天要更好，所以这就是进步。那连我们这样的学习的这个方向都得不到，或者方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学习。学习呢，就是我们就是信没有愿跟信，对不对？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这两个的过程是这样，先一开始是愿菩提心，然后再真正的行菩提心印度丹巴仁波切说，白种贪心之业
不及一刹那嗔心之最大。那前面我也讲过的，就是这个嘛，就是北野经当中的，就是100次的这种嗔恨心的那个贪心的所造的业，跟一刹那之间的一个嗔恨心所造的业，是完全就是嗔恨心的业力是最大的嘛，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那个忍辱的时候呢，忍辱呢就是特别对治嗔恨心的方法，所以呢就嗔恨心方面呢都是讲得非常清楚但并不代表就是说贪心没有罪过的，贪嗔这都有罪过，但是呢嗔恨心呢就是最严重的这些里面。但是这个佛经里面的很多道理呢，就是我们必须得要看重点，并不是说是完全是在哪一个里面都是讲到都是嗔恨心最严重的。今天要讲到贪心的时候，一样的会就是贪心方面的所有的罪过都是一个一个的，就是要把它讲得清楚的。从功德的角度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是讲到布施的功德的时候呢，都完完全全讲到布施才是最严重、最圆满、最殊胜的。那很多人想起来只要做布施就可以了，圆满了，会有这种，就会得到这种概念的。那今天就是讲到安忍的时候，只要是有安忍就圆满了。今天讲到这种持戒的时候，只要是戒律清净就会圆满。有这种，每一个都是有这样讲，但这些都是并不是什么夸奖什么等等的。这事实都是这样的，全部圆满或者是一个圆满都是非常殊胜的。